呢條閪佬諗住輸密碼着車，點知嚟咗個大波妹問佢攞微信，加你隻閪趕時間唔得閒，估唔到隻閪婆夾硬叫佢落車，失驚無神衝出幾隻星星，好明顯想老笠，但係隻黑鬼撻唔着車，有密碼嘅腎仔，幾條爛彈落車諗住揼柒佢，隻閪佬話等陣先，見老西啱洗過，等佢擺好件衫即時喐手，幾隻星星廢嘅，三兩下就全部瞓低，剩低個大波妹，佢又話你老母煲咗湯。仲唔嗱嗱聲翻歸，隻閪婆嚇到飆尿冇鞋玩劇走，條撚友就係長毛，家母做網約車，專門幫富婆接送個仔翻學。隻閪婆住大別墅大閪把錢，衰在個老公長期出差，冇時間陪佢，搞到寂寞空虛凍，明顯想同長毛切磋下。不過佢對人妻冇乜興趣。金毛拎又話提前幫個仔慶祝牛一，但佢哋唔知對話俾人偷聽。聽朝長毛要車老鼠去睇醫生，夜晚金毛拎發老姣去揾長毛，話有啲痕叫佢幫手拗下，但係長毛唔屌佢，越得唔到通常越痕。隻閪婆死死地氣翻歸，第二朝長毛車老鼠去診所，有幾條友提前上咗去，佢哋冧咗護士同醫生，同時長毛兩個搭電梯上緊嚟，花唔家產假扮醫生，陳主任諗住幫老鼠打雞針，呢個時候長毛上到嚟，癲雞嚟扮成護士招呼佢，之前個醫生今日休息，陳主任頂班，一切都好鬼正常。陳主任帶咗老鼠入房，叫長毛飲杯茶坐陣，好快搞掂。啱好牛局長落機，家過嚟揾佢，長毛突然見到癲雞嚟大髀有公仔，陳主任單拖搞唔掂個僆仔，叫大隻西幫拖，又咁啱俾長毛見到，然之後雜物房有血流出嚟，佢知道唔妥，即刻入房。陳主任想夾硬嚟，長毛同佢哋搏命，吉中大隻西，跟住擺老鼠入通風管，大隻西鳩撚嚟，拱住長毛連埲牆都冧閪咗，佢求其執到咩用咩，吉中陳主任，再跳起踢揼大隻西，條撚友夠大隻，長毛成個人反彈撞冧棟門，啱好癲雞嚟啦，攞兩支槍猛咁射，長毛反應夠快，縮咗入房，攞支氧氣當炸彈用，即刻引爆氧氣筒，嘭一聲好威緊要，長毛趁亂走甩咗，癲雞嚟即刻叫人裝炸彈，假到閪咁，裝到咁低，求其困下就甩啦。長毛喺停車場出嚟，隻閪婆仲要掃柒佢，好在架車防彈嘅吹啊，眼白白睇住佢走，話咁快有差佬趕到，隻閪婆攞兩條差佬出氣，當場辣低佢哋。別隧道金毛拎準備好，就等個衰仔翻嚟。好快長毛翻到門口啦，點知閹雞打嚟，叫佢咪亂喐，狙擊手瞄準佢。雖然架車防彈，但係防唔到大口徑子彈。等咗陣，癲雞嚟開警車嚟啦，佢上咗長毛架車，金毛拎見到追出嚟，可惜改變唔到咩，長毛焗屌老閪按閹雞講嘅做，唔知邊個報咗警，癲雞嚟掃低架警車，後邊仲有幾架咁多，長毛手車夠辣，冚唪唥彎晒，然之後駛入停車場，一路上到樓頂，跟住揼盡油衝過對面，有驚無險剎停架車，唔使幾耐就嚟到碼頭，閹雞隻馬捉咗老鼠，跟住打俾四眼明，2個鐘頭內準備500萬贖金。